各位，今晚咧新聞透視又同大家見面啦。我哋今晚要同大家討論下槍嘅問題。梁家榮啊，嗱最近咧就發生過好多宗劫案啦。咁樣匪徒行事嘅時候咧，手裏頭都係拎住槍嘅喎。咁究竟佢哋啲槍喺邊度得翻嚟嘅咧？冇錯啦，呢個咧就係我哋今晚要探討嘅其中一個問題。不過根據警方嘅記錄咧，匪徒所用嘅槍唔係全部都係真槍嚟㗎。咁咧有部分咧就係冇殺傷力嘅假槍，有部分咧就係有殺傷力嘅改裝玩具槍。我諗咧，警方其實最怕咧都係嗰啲真槍，同埋有時佢哋都幾尷尬嘅喎，因為呢啲槍咧可能亦都係佢哋自己本身遺失咗嘅槍嚟添。係啊，呢啲真槍咧，除咗一部分係警方遺失嘅失槍之外咧，其餘大部分咧係匪徒用不法嘅手段喺外地偷運入嚟嘅非法槍械嚟㗎。咁我哋嘅記者咧就喺呢方面做咗一啲調查嘅工作。咁而家大家一齊睇下佢收集到嘅資料啦。我而家手上揸住呢一支咧，就係.38口徑嘅左輪手槍嚟㗎。而香港普通嘅警員咧，亦都係使用呢一種槍嚟維持法紀㗎。咁但係喺過去5年，警方咧總共係唔見咗30幾支呢一種咁嘅槍。據我哋所知，呢啲槍好多都係當警察出外執行職務同匪徒發生糾纏嘅時候唔見咗㗎。雖然目前警方係已經揾翻20幾支。但係仲有成差不多10支嘅警槍呢，係下落不明㗎。當我哋翻查呢資料嘅時候，我哋發覺到幾乎每一支遺失咗嘅警槍喺唔見嘅時候都係有成6發子彈㗎。咁呢啲入滿咗子彈嘅警槍，連埋其他嘅失槍，究竟會唔會落入匪徒嘅手中用嚟犯法呢？根據本港警方嘅記錄，匪徒舊年總共喺100幾十宗嘅劫案之中呢，係曾經使用過類似手提㗎。而另外20幾宗嘅案件呢，警方已經證實匪徒使用嘅呢係真槍嚟㗎。呢啲咁嘅真槍，一部分係失槍，裏邊仲包括咗警方嘅失槍添。嗱，呢一兩支咧就係警方最近起翻嘅失槍嚟㗎。
咁究竟警方通常係點樣處理呢個失槍嘅案件呢？我哋就呢件事咧係特別訪問特別罪案調查科嘅李鳳琪警司㗎。警方係非常之重視啊，係呢個失槍嘅案件嘅。我哋咧係會盡一切嘅努力，不分咧係日夜，亦都唔理用咗幾多時間。我哋一定要務求咧係起回失槍，同埋拘捕嗰啲匪徒，將佢哋繩之於法嘅。當我哋起翻呢支失槍之後咧，我哋就會交由軍火專家，由佢咧係用專業知識嚟到鑑定呢支槍究竟係有冇發射過嘅。好多使用過槍械打劫嘅人咧，根據我哋嘅記錄顯示咧，就係以前咧係對槍械有所認識，而且係用過槍械。咁呢啲對槍械有認識嘅，又係咩人呢？佢哋同警務人員有冇關係呢？佢哋會唔會係黑社會人物，抑或係大圈仔呢？當我哋問及呢啲問題嘅時候，李鳳琪警司話佢唔係太清楚㗎。至於最近匪徒犯案時候所用嘅槍，除咗有啲係警方嘅失槍之外，李警司又話有啲咧仲係改裝嘅玩具槍，以及普通嘅玩具槍，同埋一啲偷運入嚟香港嘅真槍。偷運槍械入嚟香港最易嘅途徑呢，就係利用遠洋輪船，因為呢啲船每一艘都有翻咁上下大，而暗格又好多㗎。海關人員實在好難將船上每一個角落都抄勻晒㗎。小心啲啊！佢嗰條彎有咩20分鐘開嘅。上㗎，我哋上，夠埋一陣上。講到船員方面，佢哋喺外地買到槍械咧，其實並唔係好困難㗎，因為好多國家嘅售賣槍械法例唔係好嚴格。咁嘅原因，本港一啲嘅非法分子咧，係特別向船員打主意，向佢哋高價收買偷運入嚟香港嘅槍械。根據新聞透視所獲得嘅消息咧，一啲原價300-400蚊嘅左輪手槍，可能會喺本港嘅黑市賣到20-30倍嘅價錢，甚至係更高。就係因為咁簡單而可以賺到錢，所以一啲船員呢係不惜鋌而走險㗎。佢哋睺準咗機會，就由外邊偷運一啲槍械入嚟香港㗎。我哋亦都碰過咁嘅例子，譬如話有個海員咧，佢喺佢個房裏邊發現有2支槍啦。我哋問佢咧，佢嘅答案就係話：我嚟作自衛用途嘅。咁但係呢件咁嘅案件咧，我哋就將佢咧係交俾呢個警察，由警察方面咧係做呢個調查工作。除咗香港方面，機場亦都係偷運槍械入口嘅一個主要途徑嚟㗎。所以一啲過境旅客嘅合法槍械亦需要扣留。不過，當佢哋離開香港嘅時候呢，係可以向當局申請攞翻走呢啲槍㗎。喺過去5年，本港嘅海關人員總共喺入境旅客嘅身上搜到差不多成40支嘅手槍，
而呢啲咁嘅槍咧，大部分都係收藏喺行李或者係紀念品裡面㗎。而本港嘅海關目前係使用緊一種金屬探測器嚟探測呢槍械㗎。咁究竟呢種儀器係點樣操作嘅咧？呢種金屬探測器咧，當佢一開咗掣之後，就會發出一種尖聲嘅。如果佢係接觸到有一啲金屬嘅物品咧，例如好似一支槍咁樣咧，佢發出嘅尖聲咧係更加高嘅。咁你哋覺得呢種金屬探測器嗰個效能係點樣啊？好唔好咯？就我哋現時咧，只係利用呢種探測器做一種輔助嘅工具嘅啫。你哋估計會唔會話有啲槍係瞞過咗你哋海關而進入本港嘅？我相信有咁嘅可能性嘅。機會高唔高啊？呢個機會我唔可以直接答你高唔高咧，但係可能性就一定係有，一定有嚇。根據新聞透視所獲得嘅消息，偷運入嚟香港嘅槍械有啲係嚟自澳門㗎。咁為咗進一步證實呢一個消息咧，我哋嘅採訪隊曾經特別去到澳門訪問當地嘅有關部門。我哋曾經接觸過治安情報科，但係得唔到批准訪問佢哋嘅負責人。不過，澳門司法警察司嘅處長艾立素就願意接見我哋。佢話：佢唔排除有人將槍械由澳門偷運嚟香港嘅可能性。原來喺過去5年，澳門總共唔見咗大約60幾支槍。呢個數字同香港嘅數字嚟比呢，就係多咗成倍咁多㗎。而呢啲咁嘅槍，好多都係一間槍店嘅存貨嚟㗎。而另外一啲呢，就係私人嘅合法自衛手槍。咁呢啲槍大部分都係當匪徒入屋爆竊嘅時候偷走㗎。澳門警方到目前為止只係揾翻幾支嘅啫。因此，澳門司法處承認事態已經到咗相當嚴重嘅地步。至於由澳流入香港嘅槍械，有冇被不法之徒用嚟做非法嘅事呢？根據我哋破案嘅記錄嚟講咧，就係澳門嘅槍咧，就似乎好似冇喺香港係使用過。咁但係關於流入方面咧，我就唔能夠排除呢個可能性啦。咁警方會唔會同澳門方面去剷除呢啲非法使用槍械嘅活動？喺呢一方面咧，根本上香港嘅警方同澳門警方不嬲咧，都係有保持密切嘅聯絡嘅。咁我哋嘅聯絡係包括咧係交換資料啊，以及呢個罪犯活動嘅情形嘅。咁而呢啲咁嘅資料咧，就唔係淨係關乎係槍械方面嘅，其他我哋亦都有。例如最近喺新麗華酒店嗰度咧，有個香港嘅旅客咧，就係俾人謀殺咗。咁而咧就係在我哋同埋澳門兩個警方合作之下咧，就我哋喺香港咧就係拘捕咗一個疑匪。咁而家咧就引渡程序咧正在係進行中嘅。睇嚟咧，香港同澳門嘅治安當局啊，可以再加強合作嚟到撲滅呢一種不法嘅活動。好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廣告之後再見啦。林淑儀啊，咁最近呢，警方就喺荃灣拘捕一個涉嫌租槍俾人嘅男子喎。咁據講呢，佢係曾經將一支巴西製造嘅.38口徑嘅手槍，就係租俾3個匪徒用㗎。係啊，咁樣嗰啲匪徒事後咧，仲利用呢一支租翻嚟嘅槍咧，去打劫2個探員，咁樣仲搶咗佢哋嘅配槍添。係啊，呢件案實在係非常之嚴重。咁究竟香港除咗呢一個租槍佬之外，仲有冇其他嘅租槍佬呢？抑或係咪有租槍嘅集團存在呢？我哋睇睇黃永健搜集到嘅資料先。呢度係九龍城寨。根據我哋所獲得嘅消息，一啲專靠出租槍械嘅匪徒曾經喺呢度活動過一段時期。我哋嘅採訪隊曾經就呢件事諗盡辦法，希望接觸到佢哋，了解一下實際嘅情況，但結果都係唔成功。不過好彩，我哋有機會訪問到一位退職嘅警務人員，佢對租槍嘅非法活動係有一定嘅認識㗎，因為佢曾經喺警界服務咗有成20幾年咁耐。不過，基於安全理由，呢位退職警務人員喺接受訪問嘅時候呢，係特別要求唔好暴露佢嘅真面目。以下呢，就係佢嘅訪問啦。在我在職時候咧，就曾經試過有單啦，就喺九龍城寨入邊咧，就有試過租過。新界咧就有1、2個地方咧就有得租嘅。而家隻市區都冇咯，係嘛？好難講啊！佢呢啲流動性好大嘅。通常租槍嘅方法會唔會係好麻煩嘅？
嗱，租槍咧，如果你係佢哋嗰行嘅咧，照計就唔係好麻煩嘅。嗱，佢最主要咧就係有人搭路。嗱，一定咧就即係初咧就有人咧就認識你班人先，就睇下你哋係咪混吉嘅。佢如果唔查明你嘅來頭咧，佢唔會租俾你。咁有邊幾種槍係可以租到嘅咧？嗱，通常而家咧一般租槍咧就係只可以租到.22啊、.32啊同埋.38嘅啫。至於.45嗰啲咧就比較難好多嘅，因為呢種槍咧就運入嚟嘅香港比較少，同埋咧佢哋嗰啲貨嘅來源咧就通常由啲海員帶入嚟啊，同埋咧就由呢個澳門啊咁樣帶過嚟嘅。美國製嘅槍咧都可以講話唔少嘅，因為咧就美國咧就個法律咧買槍比較容易嘅，所以佢容易流到出去其他國家啲槍。咁租一支槍係要幾多錢啊？通常嚟講，如果係租嘅咧，普通嚟講就係由3000至到6000蚊咁上下啦。子彈咧就.22口徑嗰啲咧就由15蚊到啊一發啦。就如果係.38啊、.3嗰啲咧，大概係30蚊一發啦。通常咧，如果係講價錢租槍咧，子彈包括在內，可能係包6發子彈啦，或者唔超過10發子彈係咁。咁另外一個方式租咧，就係根據佢租槍嘅人去做到幾多世界翻嚟咧，就係以一個 percentage 去分賬，就係由租槍嘅人咧，可能係分25%到30%，有剩咧就係落手嘅人要嘅，咁樣就通常都係呢種嘅方式比較多。咁佢哋咧就多數係以做完案第二日報紙啊、電台同埋呢個電視台公佈嘅數字為準嘅。咁最近啊，有邊幾宗大案係同呢個租槍集團有關嘅咧？最近有單大劫案咧，超過100萬嘅。聽講警方咧就響某個地方咧就印到一隻指模咧，就同埋1年多前有單大劫案咧，就係同一個人嚟嘅。但係警方到而家咧已經事隔咗有年幾咁耐啦。嗰個人咧就仲未落網，而且佢仲可以做一單咁大嘅案件，可想而知咧，就警方咧對呢個問題都幾頭痛。據我所知啊，警方喺過去5年咧就總共唔見咗30幾把呢個警槍㗎，目前為止只係揾翻20幾把啫，咁即係話仲有成10把啦係未揾翻㗎。咁你估計呢啲咁嘅失槍會唔會話流入呢啲咁嘅租槍集團手上咧？但照我估計咧就唔會㗎，租槍集團咧知道呢支係警槍啦。佢哋通常咧都唔會同佢收買咗嚟租出去㗎，因為原因咧就係警察部咧唔見一支槍咧就追究得好犀利嘅。即係作為一個退職警務人員咧，咁你認為警方目前對付呢啲咁嘅所謂租槍集團嘅手法係理唔理想，好唔好咧？我就覺得係麻麻地嘅呢樣嘢就點解咧？只係咧就你而家可以見到咧，佢哋只係有事發生就去偵查，至於防範嘅措施咧，我覺得咧就佢哋唔係做得好足嘅。阿李 Sir，你覺得租槍集團係咪一個好頭痛嘅問題咧？呢個問題咧，我想喺呢度澄清一下嘅就係根本上咧，根據我哋警方得嘅資料顯示咧，係冇呢個租槍集團嘅存在嘅，係絕對係冇嘅。咁只不過市面上係流傳咧，係有啲槍械嘅話咧，就係有一小撮咧係非法之徒利用咧係非法嘅手段喺東南支咧係運嚟香港係犯案嘅。咁佢哋嘅流傳咧，只係限於咧佢哋即係同黨之間嘅啫，就絕對係唔會留喺陌生人手上嘅。咁關於價錢方面咧，係視乎需求同埋視乎雙方係呢個願意嚟到去定嘅，係絕對冇一個劃一嘅價錢嚟到係買賣或者係借用嘅。喺收藏槍械方面咧，佢哋係非常之秘密嘅，咁而且流動性亦都係好大。咁基於咁嘅原因咧，就係比較上困難咧，係去到係找到呢啲槍械啦。第二樣嘅問題咧，就係當佢哋作任何非法嘅接洽或者係買賣借用嘅時間，咁都係非常之審慎嘅。咁咧就係局外人咧根本上冇辦法知道咧係有啲咁嘅事嘅存。咁因為咁嘅原因之下咧，警方係需要好多嘅時間同埋好多嘅人手
嚟到係將佢哋偵破。警方其實係咪有一個完整嘅計劃嚟對付呢啲有槍嘅匪徒嘅啦？係有嘅，呢個計劃包括咧就係防止、教育、收集情報同埋偵破嘅。咁樣就係警方自從咧係呢個推行咗呢個通訊系統以後咧，就係我哋大大收到一個好好嘅效果。就係巡邏嘅軍裝警員咧，曾經有多宗呢個劫案嘅時間咧，就係好迅速咁能夠到達現場咧，係將呢個匪徒咧係拘捕嘅。咁我哋警方亦都係加強咗呢個軍裝同埋民裝嘅巡邏，佢哋巡邏嘅範圍咧，多數就係喺呢個罪案嘅黑點嗰度，包括銀行啊、金鋪啊咁樣。在情報科方面咧，在過往2年當中咧，我哋大大咁係擴充咗啦，而我哋係搜集到好多珍貴嘅資料，係關於呢啲匪徒活動嘅情形嘅。咁啊，在教育方面咧，我哋嘅防止罪案科咧，就係時時刻刻都有執行到咧，係灌輸嘅教育，係俾呢個大眾嘅市民啊，以及各行各業。關於偵破方面咧，就係舊年我哋特別罪案調查科咧，就係破獲咗多宗嘅械劫案，而起回咧係9支真嘅槍，包括3支警槍，以及咧係我哋破獲咗咧係到過呢個改裝槍械嘅工場嘅。雖然警方已經係做咗好多嘅功夫，但係有啲失槍仍然係下落不明㗎。而失槍嘅事件呢，仍然係間中有發生㗎。咁究竟治安當局有冇認真去考慮過點樣去加強防範呢？而另一方面，海關目前仍然係使用緊一啲探測儀器嚟防止偷運槍械㗎。但據我哋調查所得，呢啲器並唔係100%有效㗎。就我哋所知道，一啲匪徒仍然有辦法避過呢啲儀器，將槍械偷運入嚟香港。不過為咗防止罪案發生，我哋不便喺呢度解釋呢啲方法係點樣，而呢啲方法我哋相信治安當局都係知道㗎。咁佢哋究竟有冇實際嘅行動去堵塞呢個漏洞呢？而本港嘅槍械使用方面，究竟將來會唔會進一步受到管制呢？Selective firing. Fire! Fire! 梁家榮啊，似乎管制槍械咧已經成為一個幾急切嘅問題咯。冇錯，其實咧政府係有意修改現行嘅槍械同彈藥法例嘅。咁政府咧希望修改到就係加強管制呢啲槍械進入本港，同埋咧仲會加重刑罰添㗎。咁而家希望當局會盡量加強對槍械嘅管制，因為而家嘅情況咧已經令人幾擔心㗎啦。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又到啦。不過各位觀眾，我哋歡迎你哋俾意見我哋，來信咧請寄九龍廣播道77號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新聞透視節目主持人收。